青菜水果太丰富，结果等上系产量太多，落太价，农民唔拿本钱。不过有机的农产品虽然引来受到重视，农民啥行系会因为价市过贵、通路过少，等上会本反呢小价来输购。高雄有一群有机小农民，拜六礼拜向下摆摊呢，因为限时前开店卖，而同自家生产嘅安全无通农产品卖出去。风流流的，特地苏棉行的烟布，从浪样的摆来摆来去，见到拜六礼拜了面走顺头，公司上面客家文物馆，老凤山富有飞馆面头切，仲喺糖爱多很卖衫。老板这扇芹菜很漂亮，拿这20，你爱什么货？是2000块钱的稀释，唔使人家高雄的农夫。开始伫遐摆摊呢，卖自家出产的有机无毒的作物，特别一条农作物，但是如果本翻呢，佮转送到台湾各地，但因为安样，好睇的一道运输的时间老成本。微风市集比较特殊的是，它是全部都是高雄市的有机农户，都是。那我们没有外县市的农户在这边。那最主要是说，我们微风市集推行地产地销，那我们减少我们的食物碳足迹。里面放很多种那个蔬菜，有那个豆薯、绿豆芽跟那个大白菜。这个多少？这个50块，那个是80，还有土鸡蛋。蜜蜂市集一部分的沙福团体，就系南洋妈妈魔法组合，即系用的是偏叶，用菜地的食材来做南洋特色的美食，食材也多的很较多的变化。蔬菜在里面有豆芽跟那个里面有那个四季豆跟小黄瓜，然后又有大陆妹就是用我们微风的一些基本的菜来做，用我们越南特色的春卷皮。78岁，年轻做扬州北的林庆燕，喺蜜蜂市集种有机最久的农民。佢85年就拿到嘅有机认证，也下唔单切耕种嘅种起30公顷嘅香蕉叶，还有5公顷人嘅菜叶。不过，要买一条有机嘅农产品，是佢最大嘅问题。我85年就摕到通过有机验证迄个飘香啊，迄个时阵伫南部市场我走4年外。我一礼拜走迄两我减少一项，一礼拜高边坐一轮回来，我的车免打走偌济我唔知，再20箱减少出去，放了，后礼拜去收回来，收了差不多10外箱回来，我收了12箱，卖无8箱出去，我8箱卖几元，3000几块。反映同埋以开发销售店喺同限头，长期以来，其生产嘅有机嘅农产品，但是一个本化呢，佢转卖到别杯有机商店。未学通路商是差不多，咱就种出来无法多，正去未学通路商，未学通路商嘛卖20元去，蜜蜂卖40，价差一半。但是伫蜜蜂卖40。阮还阁比因迄有机店阁较俗，有机店可能要60。个本番的价值，因比人买家更加大，有时节还无多人买家一般。故说蜜蜂市集的成立，本江州800条有机农，以为新的销售管道。我们这边的价钱，因为是农民直售，那我们就省掉中间很多的管销费用，所以说在这边我们的农友的利润会稍微高一点，相对的消费者他所付出的就比较少一点，那我们把中间的利润就平均分给生产者跟消费者。必须要留着哈。以前迄阵都无遐个市集，无遐个小铺安尼。主讲安尼，出店买本消费者，无做经过一些安尼通路商出去
直接买本俺哋的消费者来讲，也要主讲同信用的许多的机会有种种的困难啦，吼，交通运费的东西，经过通路上咯，通路上伊边驾驶吼会俺哋都冇办法掌握。那个是包心白菜。那你妈妈写一下。一般消費者偏到市市來買東西，信用聽說喺市市要建立的。雖然大部分的農民都拿到嘅郵件認證，不過總共有啲嘅小農根本負擔唔入咁多嘅認證費用，故所市市要有設計傳染機制，但禮拜做嘅除藥來做初步嘅農藥檢測。我们每个固定每个礼拜三，我们协会都会进行所有的农友，不管你是不是有机农场，有没有认证，我们会进行所有摊位所有农友的蔬菜水果的一个农药检测。那基本上农药验得出来，你只要验出来确定没有，那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好，谢谢。除咗無通以外，更加重要嘅係生產者留消費者負托，留一般嘅傳統市場也係郵寄嘅專賣店無同樣。生產農產品的農民對親身企貼消費者面頭切，也係密封市集寫到清清楚楚規定的。这边整个微風市集，我们特别强调一定要農友亲自来贩售。那最主要就是让消费者，他不是去看那一张验证标章，他最主要是让他可以直接跟我们的生产者面对面接触。那你所买到的产品哦，你很清楚的可以知道它的来源是由什么样的人去生产的。那有任何疑问也都可以跟我们的消费者做互动。那今天呢，特别安排了这个活动，来请农友呢万燕大嫂来为大家介绍怎么样呢？我们买新鲜冬天盛产的高丽菜，然后回家呢自己做成高丽菜酸，那能够保存到夏天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除咗睇呢項嘅互通以外，市集也會定期安排農民現場嚟教消費者，用嚟料理當季嘅食材。從營業最學用嚟套冬季睇出嘅玻璃菜。做食客家常菜，唔但將提供消費者有較多嘅料理方式，也順勢來賣一條農產品。阿你只話大石頭就加地，阿咧地吼，地頭直接擺到伊的花銷啊。食農教育這個部分呢，最主要是讓消費者了解什麼季節會有什麼樣的產品出來，而且我們的消費者他在料理食材方面，可能他只會一樣或者是兩樣，那怎麼樣去讓我們的食物可以用不同的料理方式來呈現？手做黑糖還有彩梅子。公布蘭學下定身體擺放嘅議題，呢度屬600名，一堅定來報名。主題是司法托。也會帶消費者依到田橋度，親身來認識耕種人嘅生產環境。阮李美芳頭家，迄人客嘛未信任阮的物件是有機嘅，也是阮個傳統嘅物件咧，就是來阮遮了解者，真係客戶大部分有來阮遮過。我們的看得到消費者，我們還是不了解我們的種植方式到底是怎麼樣，包含我們使用了什麼樣的資材，我們的農場怎麼樣去管理，我們的消費者還是看不到。那我們就帶到農場，實際是讓我們的消費者到農場去感受一下，原來我們的有機農場是長得這樣子，遍地都是草，不像我們傳統的農戶，草都處理得很乾淨。一因為以身體擺放嘅法托，本依度嘅消費者就變做老主顧。我自己私人部有去過看，沒有說是跟他們一起團體出去，去看一下就比較放心，看他怎麼去栽種，怎麼去栽培。我哋希望取得消費者嘅認同、信用，如果眼見為憑啦，我哋第一強調，如果我哋喺買東西，一天喺我哋生產嘅，我哋每袋貨來買，許多我哋呢要。許多人田能看，可能有任何問題，有任何疑問，我哋都可以給解答。如果我哋真正的面對我哋的消費者，遇到消費者很從老主顧變作都市集天數運作嘅資格，上市嘅還會做細攤嘅點做。這些志工他其實之前都還是消費者，那在這邊買。
买了之后，跟我们的农友互动之后，他跟农友变成一个好朋友，而且他也跟我们农友的这个理念，觉得跟他也蛮那个，这怎么讲？搭得上。对，理念上都很相通啊，所以说他就变成一个很自动自发性的来协助农友帮忙卖东西，分享。我跟他讲，我也是从消费者，然后变成好朋友，变成伙伴，变成志工，那就是我留下来的。因为你要做有益，就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，在微风。特别係為5年，一喺微風施設，一陣一啲營養業建議要8個人萬元。不過見到到運動好，倡議是微風施設係喺唔得。幾年前，廣州把做次第呢用名路行銷，不過成績實唔係當好。慶祝一舉生活館，這麼啲網站沒有。啊！你家叫咩有成立之地？係啊，係啊，咪做不成立。我呢做緊啲而家啲變嚟嚟啊，做不成立啊。是安怎啊？冇人買，冇人買啊！啲網絡啦，有啲電腦會曉用嘅，有啲網絡買物件應該攏看得到啊。不過，有啲微風施設嘅農民。行下釣股，啲三明期嘅行業度，可以一件用微風施設消費群做基礎嘅細點嘅。嗰度消費者伊拜6禮拜冇辦法來我哋市區來買東西，伊可以去到我哋農家小鋪去啊，甚至暗鋪頭攏可以去買。一方面主講伊也要點嘅係我哋農民共伊各有信心。農家小鋪的股東目前有50幾個，有大概40幾位都是所謂的農民，所以本身農民跟農家小鋪的關係就很密切。他是生產者，但他也是股東。你對嗎？你馬鈴薯哪這細粒啊？你是馬鈴薯吧？這細粒吼。有叫我了，做這有較一件細點嘅，除咗係人賣點以外，更加重要嘅係愛為小農建立更加多嘅銷售通路。主要是店面是屬於零售嘛，那我們也會銷一些有機蔬菜店，比如說像外縣市的有機蔬菜店，還有一些餐廳，有一些餐廳他們有心想要做有機蔬菜的，他會找我們，那這個角色都是由我們扮演。節目結構，細點嘅一推出嘅一籃菜葉家庭共下買計劃，係用非研究做的大幫長期研究嘅方式來支持小農。他會1年繳12000，然後我們每個月就是幫你配一次1000塊的菜。那今年因為現在小家庭很多，所以我們今年改採的模式就是他們大家都變成2個禮拜配一次500塊的菜。那小家庭的話，他可能就不會有說一次1000塊，他覺得太多，他吃不完。這是較健康吧，算較有機，食到身體對身體較健康吧。所以我攏會來買啊。因為一件細點嘅係農民為主，農產品賣價時也就唔會像一般嘅通路商，大家數級高價賣出去，農民相對都得到較合理嘅利潤。比如說，可能有時候農民開出來的價錢，通路商會反映說，這個價錢他可能對他而言，他有點困難在市場上銷售。我就會回過頭跟農民說，那這個價錢對你而言，你還有沒有彈性空間？那如果農民反映沒有辦法，那我就會跟通路商說，那沒有辦法，要不然就這個東西捨棄，不要賣。主要我哋要嘅費用吼，他個集資咩吼，他個出掉嘅錢，主講因為主講他個出錢吼，冇本金做出嘅，而變啊主講對於經營嘅方式他個去討論他個討論嘅方式產生咧，對他個攏比較公平吼。一個常態性嘅點，也唔係單槍做成年天天。更加係農民交流嘅中心，有時借由嘅普陀聽說想愛做農嘅新農民。說現在有很多人，他可能失業或是退伍，或是年輕人有心要投入，可是他不太知道怎麼去種植這一塊。我們的角色，我們就會去輔導他，比如說請農民跟他交流，你這個菜要怎麼種，你施肥要怎麼施肥。要為農產品打開收入，賺到嘅錢，要扮演普通農民嘅角色，一個特殊嘅細點嘅。成立2年來，總算勉強數以筷子打平一個。一天天嘅穩固，一個結合嘅2年實習實體店面，勞農民嘅特殊嘅產銷方式。